今仔日是二四节气当中的大暑，也就是一档上介热的时阵。俗语就讲，这大暑热无透，收成就无够。天文馆是表示讲，其实这个节气就是反映地球晒日头的过程，是四季变化的标志。也毋过，即马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，二四节气即马甲俗语所讲的天气现象已经无啥共款了。 今仔日是二四节气中的大暑，嘛就是一年透天上热的一天。俗语讲，大暑热无透，收成就无够。意思是大暑若无够热，就代表气候无够顺，会收成无好。搁有一句俗语讲，小暑食酸呀，大暑食旺来。原因就是大暑中旺来上着时。大暑就要吃凤梨哈，才会旺旺来。 才会消暑。其实真正好食的时阵是然后6、7月迄阵啦。你若即摆来的时阵就袂生啊啦。今年较早，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较早啦，比较早结束了，所以现在已经即摆已经无算着时啊啦。 气候变迁，只个大打想讲往来着时的时间，一定毋是大暑啊！台北市天文科学教育馆表示，二四节气对古早流传落来历法，对过往对靠天食饭的农民来讲，有真大的参考价值。但是即马因为气候反常，二四节气的时间对应的气候一定无啥共款。 大概大陆那边的中原的地段，就是他们那时候定义的那个位置跟时间点。可是其实像我们以台湾的地理位置来讲，跟那边已经有一段差距了。再加上时间长远下来，然后人为的一些污染、气候跟早期已经有很明显的差异了。 加上现代大气科学真发展，气象预报越来越准确。虽然二四节气对现代人来讲一定无参考价值，但是天文馆认为大家有缘会当去了解二四节气，节气反映地球晒日头运动的过程，是每当季节变化上重要的标志，嘛有真侪古早人留落来的智慧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